下上映哦，咱继续来关心国共生机的流感疫苗是占公费疫苗5成以上哦。有内部人表讲哦，因为风台放假，有人违规，甲120只的白鸟鼠啊，放伫实验室3日哦。鸟鼠是放假规个，恐惊污染着实验室。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表示讲，小鼠今仔日去稽查咯，那违反相关的规定哦，上当罚款200万。部长嘛讲哦，流感疫苗都爱经过11项的检验，合格哦，才会互民众注。国共生机嘛发声明强调讲，这假疫苗药品生产制造是无共款的实验室，药品的生产拢有正严格 GMP 的规矩。国共生机是台湾第一间研发生产疫苗的上市公司，当年提供5成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，予国民来注射。不过，宣传出有内部检记者也空讲，台中潭子区的实验室有上百只的鸟鼠乌白走，规间实验室是臭烘烘。外界是烦恼讲会污染到疫苗研发跟生产。实验动物的这2件事情啊，都是发生在这个研发的实验室有关啊。那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产品的生产、疫苗生产是没有关系的。对此，国共生机23出面驳回讲，这件事件发生在去年7月，因为强烈的风台凯米来袭。台中临时放风台假2天，地主无法度按时甲实验室的动物随送到南投的专用动物房。研发实验室甲疫苗生产作业的场所是无同，未疫苗污染也是变质的问题。现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表示，小署会派人去稽查，那违反相关的规定，会依法裁处。如果说的确有在违反 GMP 的规则我们可以用药事法来罚款至少3万到200万的中间。那是药署表示，查核了后，初步掌握到这个实验室是研发部门使用，无看见到上市产品有关之生产甲品管的作业，会调实验室的作业程序，理清讲违反 GMP 甲药事法的规定，那违规会当罚3万到200万。并且搁再强调，国共生机所生产的流感疫苗，搭配拢经过11项的检验，合格了后才会予民众注射，确保品质安全无疑虑。公司新闻采访。